你嘛要结婚，你嘛好人歹人。哦，不熟悉到是命啊！你本来讲以前讲这个命，所以远离妄想之处，远离你的妄想这点，甲迄个处，看到物件就要处，看到物件就要处。灵心所向该有啊！那安尼当中，你令你家己的心所趋向，你无所办，迄叫做哪？迄才是真正能见到佛地的真相，所以叫做较量，来叫做较量功课，最后一段，现在今日迄个三分来讲完了，所以这段呢，本文咱这个苏菩提，苏菩提，就有善男子，有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以行河沙顶神明布施，以行河沙顶神明布施，若有有人，有手轻重，乃至受持事故其境，为他人说，必要行多。第一段，伊大心是讲经讲较做是文义，佛无可说，说无说，是无说，温和风气。23分是目前的问题，这里来讲，头前就是医本，政府拢爱提实施，迄是因为所显化的一个名相，但是到这度的就是会真结论。而医本甲政府内底当中，拢是疑法，拢是少数，但是这句话就咧甲你讲哦，所谓的若有善人做善女人，以行而说，顶神明布施。若有人无数平中，乃至数以顶为他而说，要成功。这句话是怎解说呢？这段话来你甲讲起来，是一段经文较量，到参唱第8分。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使者受持读诵出经，乃至数别人，因为伊有包括早二分的生命、中二分的生命、后二分的生命。拢比不得受持读诵出经更全这个人，所以这句话就是安尼做较量法。所以来讲，较量受持经无见功德，前面有七宝布施，我之前讲的七宝布施，这内底就是用过去用七宝布施，即嘛是用到这个叫生命布施，迄个生命布施哦，你会知影哦。物件布施甲生命布施是无相像哦。物件布施是生活之物哦，生命布施是心内之物哦。一世人哪会即个布施尔哦？伊即嘛有法对心内的自性布施的即个重点来哦。所以来讲哦，生活之财，我是下心就把它舍掉，但是。心内就是咱自性，就是无容易布施啊。生命只是一条命，只能布施一处。众生对着生命拢是执着不放，叫伊去利益众生，施舍生命，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啊，嘛毋是简单的代志啊。我即马就写一段出来，如同咱成老前人用生命。这种的无为牺牲，真正是生命改变。当时，咱上老前人大有参过这个故事，中国大陆掠宿舍去清扫，但是咱上老前走，毋久的当中，阿强话讲，你若倒转来，我先倒；你倒转来，我要掠头。毋过伊要倒转来了后，但是苦劳前人对老前人解帮助。伊讲我若无倒转来，咱这人会死去阿济。但是我三途里面靠寒天。这种的生命布施哦，生命付出哦，唔啥简单。但是伊这话就来讲，你用生命，你个人的生命都不要用这种无谓的牺牲，真是。生死大难，伊要把生死当做一个代志。今日来讲我，迄情况我做真，我做我笑吼。
后面就安尼死哦，你听着恐怖哦 OK。假使有一个人，伊就比如，假使有一个人，所以用六贤人做贤女人，假使我哋讲啊，假使有一个贤人做贤女人，发表这个心以形而定，心灵报喜。恒河是5000公里哦，一条线到一个生命，一条线到一个生命哦。来细细就是用生命的故事，用安尼比喻人，照亮的比喻人，毋是真正这物件嘛。伊想，假使有一个人用恒河线索的生命报喜，唯一无二的生命的报喜啊，你相信？还不止一个生命哦。还不止一个生命啊！表面那个以形而所遐尔济生命，这表示讲生命修身世世伊拢发生，要用生命过死灵相生。这个人的风格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后边那个，后边出话就点啊，欲求有人，有出平中，乃自数其顶，为他人说求生命。假使有一个人，伊报甲正报，甲用生命报喜，这三种的物件，拢无不足伊，欲求有人。假使有一个人有处金中，啊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这个人是修大乘法的人，大乘经典的人，伊记着自性的人。